我来请你，喊你回去了。真的高兴的不得了啊！中年得子，在院子里大喊大叫：“哦，我做爸爸啦！”孔子就听到，谁在大喊大叫这么没礼貌，不懂规矩？同学们就告诉先生啊，真的做爸爸了，他家里来报信了，要请他回去了。哎呀，孔子高兴的不得了，自己这么一个大弟子做爸爸了。哎呀，赶快清理行囊，回去照顾妻子。哎呀，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的妻子，刚好东北来了一个学生啊，送了2根人参。哎，你把这2个人参带回去，给你妻子补身子。所以真爹为了感恩老师，把自己的小孩取名叫曾参，就这么来的啊。那么曾子做的，把孔子讲的话整理，加了他的观点，所以我呢是赞成，绝大多数学者都赞成是曾子做的，是吧？曾子很有学问，所以曾子呢，孔子的弟子72弟子，第一大弟子颜回，第二大弟子大家公认是曾子。曾子教出来谁呢？曾子教出来孔子的孙子子思，就是第2部经典，四书里的第2部《中庸》。中庸谁做的？中庸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做的。曾子教出子思，子思影响了谁呢？可以说教出了孟子，影响了孟子，所以孔孟是这么传承下来。那么孔子的前面呢，那有好多老师啊，其中一个老师就是老子，昨天讲的是吧？老子，你看老子啊，因为为什么讲？虽然孔子没有系统向老子学习，但是孔子去请教过老子。孔子是非常爱好学习的，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学习榜样。你看孔子怎么爱好学习啊？3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每事问，孔子如太庙。每事问，孔子每件事情都要问。全国各地，当时他的鲁国，还有其他国家，凡是有学问的，只要他知道就去请教。他有2个问题想不通啊。听说宋国的老子很有学问，他就跑去洛阳请教老子。你看，从山东鲁国现在的曲阜走到河南洛阳，你看有多远啊？没飞机，他没坐飞机去，没坐高铁，没坐火车，也没坐小车，走路。听了老子讲完以后啊，孔子恍然大悟，豁然开朗。据说把鞋子都丢了，打着赤脚跑回山东。你看老子啊的影响，老子这2个问题的，你们去看怎么请教2个什么问题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是吧？都要去学习。所以孔子啊是这样的，把全人类、全民族的学问，他去学了以后，为什么孔子有这么做人做事做光谈得这么深透啊？他是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全部学了吸收了，加了自己的东西，特别叫做悟道，悟了很多的道理，悟出了很多的哲理，学生把它整理出来。论语，到时候我再来讲论语，论语怎么诞生的。那么大学就是这样诞生的，因为曾子一直跟到这个孔子，跟了多少年啊？你们去查一查，是吧？所以孔子为什么我在研究，为什么孔子
弟子3000，邪人70。邪人是什么？邪人叫做什么？叫做邪人，德才兼备的人叫做邪人。用现代的话叫德才兼备的人叫邪人。哎，曾子是他的第二大题，他教出这么多。因为孔子样样无私啊，样样都教，带学生到处深入社会，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你看我们经典学校啊，你如果学生不接触社会啊，你绝对教不好经典，学不好经典。现在我们有一些叫做现代私塾，光导门教，不准学生看电视，是吧？不准学生接触社会。我认为这样的教育，我是坚决反对的，是吧？我的学生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必须看电视，这是一门课，只看新闻啊，了解。晚上看最优秀的节目，全世界的优秀电影、优秀电视剧，对有知识性的、道德性的看修身课，晚上叫修身课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现在一些不接触社会，孔子他为什么带出这么多弟子？是吧？他就深入社会各个角落，各种问题和学生一起研究，一起讨论。你看他的教学方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，是吧？因材施教，不同学生解答不同，回答不同，要求不同，是吧？现在我们的呢，全班一个标准，是吧？你看扼杀了多少人才，摧残了多少人才。你看凡是有大才的人，他总有不是样样都行的，是吧？毛泽东数学不及格，美术不及格，英语不及格，3门不及格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我们的教育啊，好好的研究，是吧？所以曾子做大学，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准确的啊。第三个呢，第三种观点叫曾子之义，而门人继之也，啊，继之也。哎，他们帮我这个我改了的，他搞错了啊。这个我另外改了一个课件，他刚才帮我考在这个桌面上的是我已经做了修改，没关系啊，到时候考一个准确的给你们啊。这个有一些说呢是曾子说了曾子的弟子曾子遗子教书的，